想洞悉世界風雲，易經看世界帶你用易經智慧解讀全球變局，鴻浩策略同你深入分析經濟大勢，宏觀經濟，浩視全球。即刻收睇，掌握世界脈搏。你要睇呢樣嘢咧，你睇保利加通道咧，就好似係有啲吸引嘅。但係我以前都講過好多次啦嘛。你睇呢個技術走勢之前，你首先要睇一睇你個 fundamental 先。最近一個星期嚟講咧，如果你睇呢一啲重要嘅消息咧，其實係有啲牽引嘅。因為嚟講，荷蘭政府係直接乜嘢啊？將中國嘅半導體公司文泰科技旗下嘅安濟半導體 Nexperia 啊，直接係管理咗，停咗佢所有公司嘅董事，直接係由國家出面去管理嘅。咁但係你睇到中國咧，政府立即反應係反制翻佢嘅，將所有嘅出口全部管制晒。咁所以呢樣嘢直接係對標。咁嗱，Nexperia 佢做啲乜嘢咧？佢係做半導體，同埋有好多係屬於乜嘢啊？係汽車嗰個汽車級別嗰啲嘅芯片嘅。咁汽車級別嘅芯片嚟講咧，其實而家佢賣緊超過1/3以上咧，係賣俾中國。賣俾中國邊幾間公司啊？吉利汽車啦、比亞迪汽車啦，同埋就係你啱啱所問緊嘅寧德時代。咁你諗一諗啦，而家啱啱呢一個荷蘭同埋中國而家就係高調對撼緊呢一樣嘢。而呢間公司啱啱就係寧德時代、比亞迪同埋吉利係個汽車芯片嘅供應商。咁你覺得喺嗰啲好多嘅基金底下，會唔會覺得咦做定一啲風險管理先？咁所以而家大冚大，即係中國喺荷蘭喺呢方面咧，而家都喺度打緊仗嘅時間，你啊即刻要買佢呢個受影響嘅股份寧德時代。咁我覺得嚟講咧，暫時嚟講咧，我覺得我寧願等一等啦，因為邊一個打贏唔知。就算你打贏咗，你覺得 Nexperia 可以立即恢復供應咩？荷蘭會立即會俾翻呢一啲嘅管理權俾翻中國咩？咁所以嗱，呢樣嘢政治上嘅嘢，我哋唔好亂去測，因為政治上嘅嘢唔係我哋嘅專長。我哋嘅專長就係計數，你有幾多車，出得幾多，有咩盈利啊？你嘅毛利幾多，我哋一計就計到㗎。但係政治上嘅嘢，我哋計唔到㗎嘛。我哋識嘅咧係算計啊，我哋識嘅咧就係計算，我哋唔識嘅咧就係算計。大國嘅國力背後全部都係算計嚟嘅，唔係計算。咁所以既然係咁，個風險將來唔知，點解而家呢個位你要買佢啊？ETNet 專業版 HV2 股票報價系統，幫你洞悉大局，捕捉投資先機，即刻申請啦！